你知唔知咧？一粒完美嘅珍珠係需要幾多年嘅時間養成？珍珠咧係大自然俾我哋最美嘅禮物之一，每一粒咧都係獨一無二。天然嘅珍珠形成係需要3到7年，而家市面上90%都係養殖珍珠，但係養殖珍珠咧都需要2到3年先可以形成嘅。點解珍珠咁值錢呢？一隻珍珠母貝入邊通常咧都淨係得1粒珍珠可以用嘅，而且咧仲要經過千挑萬選先可以成為你手上面嘅靚珠。揀選珍珠嘅時候咧要記住5個 A， 第一就係佢嘅光澤，越光亮咧就越好；第二就係佢嘅圓度，越圓咧就越完美；第三就係睇佢嘅大細，適合自己就係最好嘅；第四就係佢嘅表面咧越少瑕疵咧就越好；第五就係珍珠嘅厚度，珍珠層越厚咧就會越襯出佢嘅光澤度。關於珍珠嘅保養小貼士，戴完記得用軟布抹翻，避免接觸香水同埋化妝品，定期咧都用翻溫水去清潔，最好用翻專用嘅珠寶袋去收藏翻，唔可以密封收藏嘅。最後同大家分享翻12mm 以上嘅珍珠已經係好有收藏價值，仲有而家靚嘅珍珠係可以出翻 GIA 嘅證書嘅。選擇珍珠最緊要係睇翻佢嘅光澤，因為光澤好嘅珍珠戴起嚟先會閃亮動人。希望今日珍珠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。